面对这个疫情，有真侪人是用家己的方式来做爱心。到银行的业者来寄付着2组自动测温除细菌门，甲1200多领的隔离衣，和芬林好买诺瑟医院，就是要来保护着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。平常时伫病院出入就要量体温和消毒，不过即马伫好买弱色病院，较免持秒就会当完成。即摆病院收到银行管的2台 UVC 自动测温除菌门，增加民众出入院的效率。就不用再等别人先量好，再换下一个了。比较方便，不必再用人工。这2个 UVC 会放伫病院的正门和急诊的入口，第一线就开始为病院的防疫做把关，加上消毒的功能，会使照顾到院内人员和民众的安全。能够呢对出入的这个医务人员，我们的这个民众跟病人呢，能够在2-3秒内，他能够用这个紫外线做90%的这个消毒。除了 UVC， 银行嘛加送1250领的隔离防护衫来保护医护人员。另外，医护嘛要呼吁民众，若是会使注疫苗，就要赶紧去注，来提升整体的注射比例。相信真紧就会当度过疫情。